来看中华有一个93岁国宝级的车鼓丁艺师施朝勇，伊10月岁就对伊的爸爸学车鼓丁，是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表演艺术类车鼓丁的保存艺师，也是全台湾头一位登录的车鼓丁保存者。就学生特别来甲老师拜访，看这表演也体验车鼓丁，希望互囡仔了解到台湾的传统表演艺术。手提开线学阿婆仔行路，佮阿公吐瓜仔，甲大家人家笑开开。这位是93岁国宝级车鼓丁艺师施朝勇，搬什么成什么的功夫，也互头摆看到车鼓丁的囡仔人真钦佩。阿公扮演的这个角色很像，所以我觉得很厉害。我以前没有看过车鼓丁，现在看阿公这，我觉得很有趣。车鼓丁是一项结合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的表演。施朝勇艺师10月回到带爸爸学车鼓丁，表演功夫10层，是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表演艺术类车鼓丁的保存艺师，嘛是全台湾头一位登录做车鼓丁的保存者。台湾传统技艺推广协会就和学校合作，带学生来拜访艺师，认捌车鼓丁。咱这车鼓丁就是爱唱歌。啊，佮爱是呢，有咧讲话才用。这车鼓是属于南管的，南管拢有这个地脚。啊，伊这地脚的时呢，伊伫咧跳的时阵，伊就爱唱这个南管曲。车鼓丁，足侪人无熟悉，想讲，利用这个时间，阿公会使互动啊，做伙讲笑笑啊，下囡仔知影讲，这车鼓丁是遮尔无简单的代志。学校表示，有这边的拜访经验，未来要互学生创作一本施朝勇艺师的绘本，甲国宝级的车鼓丁表演一笔一画记录落来。我来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满面春风，祝你运动五代同行，谢谢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